看大美女，现在开始拆解风电花环里面的8金，什么8金、9金、7金，试试里面的那个8金。这个8金不是写书的8金，也不是1斤2斤的8金啊，这是金属8金，这个和黄金价格差不多，价格非常高。这美女干的多专业！美女，你脖子上戴的还大项链，是不是就用这个提炼的？看是不？这叫自产自足、自供自给啊！这些像这些东西全是黄金的，这黄色的全是黄金，黑色的是8金，这个黑色的是8金啊，都特别有价值。虽然赶不上钻石的品质，但是却能赶上黄金的价格啊！老铁们，有这些东西一定点个关注。